歲，玉石迎春來。各位尊敬嘅來賓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各位父老鄉親，大家新年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Daphne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到我哋加拿大音評總會館成立103年起2025年春節聯歡晚會嘅現場。充滿信心，現行社共好，連接產能盈利嘅陽光。我哋將異國他鄉也能夠感受到祖國嘅節日嘅氣氛。多謝音評總會直入我嘅成為更進一步團結我哋音評嘅向上，聯繫感情。中國地大物博，相信你未必知道恩平喺邊度。但如果我問你，中國嘅航空國父、中國第一位飛行家係邊位？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係馮如先生。而馮如先生嘅家鄉就喺我哋恩平啦。大家欣賞到咁精彩嘅表演呢，其實我哋全部係我哋啲鄉親自導自演、自己編排嘅節目嚟㗎，係咪好犀利呢？105週年生日快樂！我哋嘅加拿大音評總會館。